从前，已精通诸多新旧派教法以及英明经纶的恰卡瓦格西，一次到贾象瓦格西家中，看到他的纸边有一小经函，便打开翻页，其中看到一句：亏损失败，我什么取受，利益顺利，奉献他。他甚觉此为稀有之法，于是问：这是什么法？贾夏瓦格西告诉他，这是朗热汤巴尊者所写的修信八颂。谁有此窍诀的传承？朗热汤巴尊者本人有。他立即想去求此法。过去的修行人都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在这里，他的平常的一个状态之中，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殊胜的一两句词的内容的时候呢，他都觉得这个是非常殊胜，非常了不起。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这两句，那也很多人来说到也是不一定是这么殊胜嘛，没有办法感受到它是这么殊胜。所有的就是这些亏损、失败、我取受、利益、顺利、奉献他，所有的亏损跟所有的失败都是我来感受，我可以取受。他的亏损、他的失败、他的不幸、他的一切不好的部分，我来接受，我来承担，我来感受。那么我的一切顺利、一切圆满、一切幸福，都是奉献给他。你这样的两句话，他就是完全就是打开了一个方向，而且是一个想法。所以他呢就是想一定要去求这个法，那就看这个法的窍诀应该是谁有。这样的情况下问到了，一定是朗热腾巴尊者他自己一定会有嘛，因为修行八颂是朗热腾巴尊者他著作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他就是已经下定决心了，要去寻找朗热腾巴尊者，求这个法，并前往拉萨。到拉萨后数日中，他一边转绕一边打听。一天傍晚，从朗汤地方来了一位马蜂病患者，他告诉格西，朗热腾巴尊者圆寂了。那是谁是尊者的继承人呢？他就得到了一个朗热腾巴尊者已经圆寂了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他就很紧张的就问他说，那么在谁是继承人？那问这个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他要得到这个传承。如果是有朗热腾巴尊者他自己的大弟子继承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立身事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弟子的话，他就是肯定可以想到，就是他是一定有这个传承。那如果是既然朗热腾巴尊者不在，也是有这个传承的，他的心智我能够可以利益到他的话，那一样的会得到传承，一样也是可以得到这个法嘛，也这样的想法。那么主要呢就是这里也是一个我们平常都讲的，就是不要为人，也是以法为主要的。那么有的时候就要看，那么最主要呢要看一个人他的这个在宗教认识当中，也是宗教的任务是有各种各样的身份跟各种各样的地位，相当从实践法的一个实践的语言的一个方法去讲的话，那也是一个地位所以就有的人就是很多的时候都是看谁的名气比较大，谁的地位比较大谁是一个大寺庙的主持，谁是怎么什么就是多么了不起的，他的怎么说呢，各个方面这样去想的时候，那也是不一定是一个正确的修持方法。那么我修持的情况下，我们就是修持佛法的一个修行人来说的话，那传承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得到上师的口诀跟得到上师的这个传承的话，那么必须得确实他真的有这个传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而且他真的有这个传承的情况下，那么就可以跟他接触是不一定是一个多么怎么说呢高层的，多么就是有地位的一个高层，就是怎么说呢那个民企的一个上司，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就这个方面来说呢，就是以不依人以法主要我们依止的就是佛法，谁有这个传承，谁可以给我们传，都是可以的，以这样的一个道理。然后熊巴格西与多德巴格西，但他们二人关于谁做法主主事是意见不一。实际上那么就是马步病的人给他回答的时候呢，就回答的这个方法有点不对，所以呢就是产生一种误解他是说这两位弟子呢，就是现在目前来说的，他们也没有说谁是真正的继承人。原因是什么？他们两个就是在为了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谁做这个继承人这个方面有点想法不同，意见不同，所以就现在也没有办法说谁是真正的继承人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可能是就有点误解了。那实际上来说的，这两位格西呢，非是为争取自己做法主发生真主意见不合，而是互相推让法主职位。像熊巴格西对多德巴格西说：“你年长，请你做法主，我会像恭敬老日汤巴尊者一样恭敬承事您的。”多德巴格西说：“你年轻有为，学识渊博，理应主持寺院。”二位格西本来互相关亲近心，但是恰卡瓦格西却误解为，他们既然为继承上师的法位而不合，那他们肯定没有此法的传承。因为如果是他们为了继承上师的地位跟名声，或者是当做一个权利来看，然后两个人就意见不合，就是有这种相当于是争夺这个怎么说呢寺庙的主持的这个位置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意见不合的话，那就我们前面所讲的朗日唐巴尊者所传的这个修行八颂里面的最关键的就是一切利益送给他然后就奉献给他，一切亏损自己来接受的，这个完全相反的一个问题嘛。所以呢，他就觉得想应该可能他们都没有这个法的传承，应该没有这个口诀，而且应该没有修持这个法，因此才会产生争夺这个地位的一个问题。如果是真正的修持这个法的人，怎么可能会有争夺地位的那个问题？那么实际上他们没有争夺地位的那个问题，他们都是互相是恭敬心，因为修持这个法，那么就是在他们彼此之间的恭敬心都是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有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的误会嘛。谁还会持法的传承呢？他就是现在谁还会有持法的传承呢？他就这样想。然后同时呢，就是有得知格西到处询问，有人告诉他夏热瓦格西有真正的传承，他便前去拜见。当时夏热瓦格西正为数千僧众传讲众多经论，夏嘎瓦格西听了几天，但他所求的法却只字未宣。他想，不知这位格西到底有没有此法的传承，应当问明，若有则住若有则住，若无则离开。他就像如果是要问清楚，真的有这个传承的话，就是住下来要接受这个传承，要修持；如果没有的话，就要离开。以这样的想法，然后就是一日夏日晚格西到他绕塔时，他来到格西面前，将自己的皮垫铺在地上，请求夏日晚格西在此稍坐片刻。
有一问题请教。可惜说，尊者，你有什么未解决之事？我是在一定上圆满一切所愿。迦嘎瓦格西说，我曾看见亏损失败我举受，利益胜利奉献他的法语，此法与我的心很相应，此法深浅如何？尊者内心与此法相应也好，不相应也好，尊者若不想成佛，就不说了；若想成佛，这此法必不可少。那他就是问他有没有这个传承，第一个。第二个来说，他听到这两个法的时候，我觉得这两个法是和我的心里的这个想法就是很符合我的想法，所以呢觉得他这个是很殊胜。但是这个法是否比较殊胜啊？以这样的问的时候呢，他回答就是尊者如果是想成佛的话，就是必须得要有这个法，修持这个法。如果是不想成佛的话，那就不用讲了，这个部分就是要殊胜与不殊胜也不用讲。但是任何一个人真正的想要成佛的话，这个是必须的要有的啊。所以如果是不想成佛的话，那就不用讲。请问上师，您有此法的传承吗？我确有此传承，这是我所有修法中最主要的法。那么请上师持有我传承，你这样他问，那有得到了他真正的有这个传承，同时他也问他能不能够可以传给我啊？回答说，如果你能长期住在这里，我可以传给你。于是恰嘎瓦格西一直夏日瓦上师夏日瓦上师6年期间上师为传修心8颂，他一心专修，最后完全断除了真爱自己的执着，因此修持自他相换菩提心可以消除今生的病痛忧苦，而且降伏鬼神魔障等，也无有较此殊胜的教诀了。所以我们应当随时随地断除如剧毒般珍爱自己的恶心，精进修持自大相换菩提心。修自他相换的菩提心。那么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就我们今天学习的部分，然后大家今天也知道了有自他相换的菩提心的功德跟它的重要性。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要修的是自轻他重菩提心。前面是自他相换嘛，对不对？然后自他相换跟自轻他重道理来说的话也是差不多的但是最主要呢，我们自己的所有的没有自轻他重的情况下，也是做不到自他相换嘛。没有做自他相换的情况下，也是不会产生自轻他重。这两个相互都是前后的这个一个过程，也是存在着依赖跟依靠。所有的佛法本身就是这样，所谓的前信正信、前信正信的这样的主要的这个过程的用意都是这样来的。也并不是说是怎么说呢？前信是可有可无的那么相当我们就是一个有吃饭一样。如果是吃个大餐的时候，就是前面有一些怎么说呢？那个开胃菜，其实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主要是吃那个后面的最主要的那个，吃了以后肚子是一样的饱嘛，对不对？但是修行不是那个样的，前心是很重要。如果没有前心的情况下，不会产生怎么说呢？正心的效果，所以它是有相互依赖的。所以就我们自他相换没有的情况下呢，自心他重也是没有办法产生的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修持的过程当中的很多的这些说呢怎么说修法是它的一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个南极万龙这个也，日本做的。